宾经济海峡界线的谈判牵连台湾东部海峡，中国发表来执法，陆委会讲根本是个起步空。美国四大指数初步收盘落真济，专家讲8月收盘可能存无43000点。土城有人骑独赛车逃走，警方开枪阻挡。咱若彰化一个通缉犯骑独赛车记住临检，煞为警察的卡甲交过。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7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今日咱先来关心日本甲菲律宾启动经济海峡界线的谈判，这范围牵连台湾东部的海峡。中国趁这个势，想一寡有空无顺的，竟然是派船要过来海顶执法。咱的陆委会是批评中国根本是咧起无空，食台湾的豆腐，破坏区域的安全。中国海警船35抗击最高撞入台湾东沙限制水域，还有中国海洋调查船海事路6号随着预告设立咱东沙水域，连续2天清了，海巡派巡河9号加高雄舰来赶。你外地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为恰好证明中国的和平是一个骗局。海巡讲，这是中国调查船第一遍甲海警船联合伫咱东沙限制水域半人。海警船被赶的时阵，也佫讲台湾前途伫咧国家统一，咱海巡唔惊半人，并行监控，强势驱赶。对日本甲菲律宾伫咧进行专属经济海峡 EEZ 外界谈判，中国交通运输部讲要伫台湾的东部海峡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按算6月初7一当到相关海峡。海巡署严正驳斥中国伫台湾东部海峡无任何主权权利，部署了必要海巡舰艇，妥适对应。中国公务船目前全程没有进到我国限制水域内，台湾周边海域船舶维持正常航行。台湾转向，面向海洋，走向全世界，不必守在这边的中国大陆。台湾一定要成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关键的力量。陆委会批评中国将机会推撒一中原则，用海警船行动对台湾进行附属地带侵扰，破坏区域的安全。在台湾东部海域并不是中国执法范围哦，那他们现在要用一中原则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可能就是变成从过去用口号，然后想要吃我们的豆腐，那现在变成是要具体来做出更进一步的这种行动来挑衅哦。陆委会强调，主权甲期权不容干扰，台湾会继续甲日本、菲律宾保持良好沟通，也严正呼吁中共唔通借势惹事。真侪破坏两岸关系、台海稳定加第一岛链和平的麻烦制造者，爱冷静用外交方式进行谈判加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军事的消息来看，美国对台湾140亿美金的军售案，目前还未确定。咱的驻美代表朱大雷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美国会照需求卖武器给咱台湾，而且双方拢有咧交流，免惊台湾方提起做谈判考虑啊。美国总统川普、国务卿卢比奥最近小连续表示，当考虑140亿美金对台军售。咱国驻美代表吴大雷接受美国政治有新闻网站 Politico 专访时指出，面对中国威胁日渐增加，美国会依需求向台湾出售更较侪武器。台湾尊重美国步调，吴大雷也讲，无烦恼台湾会方当作条件交易给中国，因为台美伫包括安全等等项拢保持密切交流。We work together. Like-mindedness is important. Not only in what we do as policy, but also even in production. That's why we're pushing for this non-red supply chain. 吴大雷佫甲伊欧美影视作品《星际争霸战》甲《哈利波特》进一步比如两岸关系。When we watch Star Trek, we root for Captain Kirk and his crew because they're disseminating some common values that we cherish. When Xi Jinping is watching Star Trek, he's probably identifying himself with the Borgs. Because it's the cyborgs who say, well, if you don't assimilate with me, then you'll be eliminated or you'll be annihilated. It became like the Hogwarts of Harry Potter. That it's a place that it's there but not there. But once you're there, you find out it's a wonderful place. 当时，国民党主席陈立文继续访美行程。奥波士顿甲交保活动的时，陈立文批评民进党执政10年来，以意识形态治国将台湾推向偏向正轨的险境。国民党2028年一定会完成政党轮替，将国家带回正轨。现在台海危机最重要的导火线，就是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新两国论，还有去中国化，陷台湾于不义，陷台湾于危险境地之中。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党的任务何其的重要。2028我们必须要政党轮替，必须要重返执政。第二文强调，国民党守护中华民国宪法，在当前不安的国际地缘政治中，会扮演好打桥者的角色，为台海甲区域福祉找出和平的新路。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四大指数初五收盘时落一个真厉害，造成台指期一天都落超过3000点。明仔载台股开盘敢会规片青顺顺利？专家讲收盘恐惊是剩无43000点。股市投资人敢会受到史上上恶劣的黑色礼拜一，受到美国四大指数拜五收盘重盘，费半指数盘超过10%，拖累台指期夜盘单日大盘3006点，盘6.65%。这因素恐惊拢互车币台股开盘青顺顺，43000点的过线也可能失守。它一开盘先反映美股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跟期指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点数来看的话，可能最差就假跌破月线，然后留下一个500到1000点的一个下影线之后，尾盘应该是收在月线上下附近。专家分析，车币台股可能出现3种走势。那台指期完全反映加权指数可能破3000点，来到42220点。那以台积电的 ADR 破6.69%来掠算，加权指数恐惊要破1264点，破到43806点。最后是以副台指破2.25%来掠算，加权指数会破1000点，落伫44055点。换算落来，台股加权指数平均破点大约是1761点。专家预测，车币台股尾盘可能会收伫过线43000点左右的附近。也不过这只是调降唔看规矩，属于起坐正常回动。刷落来，美国联准会预计第10次开会，这是真正股市落地时间可验度化，敢是会当维持稳定。如果是做台指期或者是做个股期货的投资人的话，那可能你就要准备两个动作，一个呢就是呢准备断头。就是停损出掉，如果舍不得卖的话，可能就要再准备保证金。市场关注，万一拜一台股真正出现大崩山，国安基金敢是会进场？专家认为，那只是单日落盘，国安基金无一定进场。要不过，真正动用国安基金，显示情况不妙，投资人就要小心注意投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食道塞车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中央已经决定加重处分，不过还是有人真蛮皮。伫咧新北土城，有人驾毒塞车去互警察撞到，伊油门吹落，紧尾逃走。警方是连开16枪拼命加入，落尾手抓到人，而且车顶嘛有超着毒品。若伫咧中华有一个警察所长，为着要抓一只驾毒塞车的，却是去互歹徒塞车位2支卡甲交过，造成重伤。驾毒塞车冲浪歪停，警察开枪。新北市土城的警察，初7早起9点外，伫立份街所查34岁姓吴的嫌犯，伊看到警察是开车逃走，警察沿路开16枪，要伫金城和平路口甲伊抓来，车顶还阁查到毒品。现场查获1托米纸烟弹、电子烟雾化器及凯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公共危险及加重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中华最是是独家攻击警察，28岁姓施的通缉犯，赛车拒绝警察查检，盐埔分驻所所长陈国平2支卡拢互伊车链挨过，警方公布车窗抓人。他查他的时候，看他有没有携带毒品或者是不假的行为啊，然后他就冲撞，右脚的髌骨整个碎掉，左脚的部分就是被碾过大面积的擦挫伤。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依妨碍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依法侦办。中华地院伊无法度确定伊挑工冲浪警察，也无毒酒驾的前科，也想要甲警方和解做理由，裁定无保请回，检方将会提控告。中华市长林世贤催备向检察院进行检举。调查裁定庭司深受wei失，毒驾案件愈来愈多，行政院最近宣布要修法提悬毒驾的刑责。那驾毒赛车吊销驾照3年，屡犯加驾毒赛车造成人重伤加死亡的，是一世人拢袂当搁再考驾照。公车年满18岁乘客会爱连坐，搁再接受测试，第一遍就罚27万，累计是无上限。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伫个家己有一个查甫人，伊走去警察局，讲伊身体无爽快，爱送病院。毋过却是去互民众认出来，讲即个人拄则驶车去弄着6台车，了后就做伊走。听到代志出破，即个嫌犯是随伫遐乌白化休。落尾手警察伫伊的婚书顶抄着毒品，嘛验出伊有食毒，当场随个压起来。是他啦，是我啦！我啦，这水上的来呀！后警方压制伫咧涂骹，也是不断伫咧化休。找了暗时，这个查甫人家己来到水上分局，讲身体无爽快，希望警察斗相共送伊去病院。后壁对伊入来的民众煞指认拄啊调数倒影，互掠包的查甫人情绪失控，当场甲民众起冤家，落尾才互警方来压制。他没有，他完全没踩刹车的。哦。蹦蹦蹦一路撞过去。对啊，好像有2个受伤的吧，有叫救护车送走了。那你当时有看到了哈？有啊，他很快就过去了。原来这个42岁查甫人到分局进前，已经伫水上的街仔路赛车连续弄4台汽车甲2台机车，伊阁赛车去到水上分局，希望警察协助伊送病院，结果去互来报案的民众直接指认调数倒影，阁互警方为身躯顶来抄着毒品加皮包。有民众呢来指认他涉嫌肇事逃逸，双方发生口角冲突，经警方强势的制止跟隔离之后，随后在他的身上发现有毒品咖啡包，并且依法逮捕。后续呢，脱衣快筛呢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毒驾骑毒品罪移送法办。水上分局表示，这个查甫人最后伫警方的介护之下送去到病院，经过完整的检验，嘛确定有食2支毒品安非他命，专案以吸毒赛车留定侦办。调查了后，嘛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共危险罪移送家己地检署。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俄亥俄州一场社区热人的庆典发生枪击案，造成至少12个人受伤，目前警方要咧抓人。俄亥俄州北部托雷多市初日举办的旧西区艺术节活动尾仔时，传出连续枪声，社群媒体流传几啊段现场的影像，显示民众惊吓四过走，揭露有线道的旧的冰桶甲仓库，12名受伤的人互紧急送医。Yeah, it was a horrible sight. I walk over to see it, and I'm thinking like anybody need help, and it was quite a few people that need help. So I thought it was a safe place. I was literally just telling him this earlier. And to see random people getting shot is crazy. 警方表示，目前代志发生的现场已经安全，受害者年纪为14岁青少年到61岁长者拢有，好佳在有假拢会当保住性命。目前调查工作也在进行，警方当积极搜捕一到几啊名的涉案嫌犯，也呼吁民众检视家己手机录到的影片，还是监视画面，向警方提供线索。Officers were quick to respond. They were right there when the shots were coming out. Appears as though there was at least 2 shooters. I think they were probably shooting at each other. Ended up happening was 12 people were struck with bullets. That's what we have right now. 2 of them critical. 这个事件也是美国今年发生的第170件4个人以上受伤的大规模枪击案。俄亥俄州长李怀恩发表声明，对应该是安全合家同乐的夏日庆典发生暴力事件感觉烦恼。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咱的副总统萧美琴拜访帛琉，帛琉总统惠恕仁邀请伊做伙去告白啊看风景。其实观光业是帛琉真重要的经济来源，不过中国却是称在替旅游业甲帛琉咧施压。咱那惠恕仁是讲，因袂因为中国施压，就来改变甲台湾的关系。副总统萧美琴甲帛琉总统惠恕仁最近创入去海底，欣赏色彩缤纷的珊瑚，甲海龟最近受水，两个人也伫湖顶过船。萧美琴也趁机会学开船。We're very fortunate because Vice President has been to Palau before. 18 years ago. 18 years ago. So we wanted to go some places she hasn't been before. We wanted to go there because I knew we would be able to see turtles. And did we see any turtles, Vice President? Oh, lots of them. Lots of turtles. Yeah, lots today. of turtles today. Lots of turtles, and we even saw a And a leopard shark. 帛琉南部适合洛克群岛特殊的地形甲自然景观，未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有人讲是上帝水族箱。惠恕仁亲自带萧美琴来，展现双方深化邦谊甲推动永续观光的共同环境。
I can see why President Whips encourages visitors to stay longer. We are all island societies, and we're very open to the ocean, and the ocean makes us comfortable and relaxed. 观光业是保留上重要的经济来源，相关产业占 GDP 差不多50%。中共自2017年将旅游业当作政治武器，对保留施加压力，想要影响台湾甲保留的邦交。会事人把几多遍讲，保留绝对袂改变甲台湾的关系。萧美琴也去八日柳州参访利剑的规定，伫博物馆签名铺顶头写着“铭记和平”，并且去保留前总统中正国祥的梦园第二，纪念台湾甲保留伫咧伊任内建交延续到即马26年的友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阳顶一日提出串联规个台北市的登山步道这个想法，去互大地工程处回应讲，有的路段地形危险，甚至影响生态，洪质疑这个想法伤过外行。不过沈碧阳讲，休困日公务人员搁加班做政治攻防，实在是无啥正常。青竹班市长奖予大汉后生，周万安市长身份一日就出换做爸爸，两个人国客互动，选择白热化聚焦政策攻防，将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阳提出台北登山步道爱打造大台北天际线，希望串联台北市现有的登山步道路网。台北市台地处测试发告反击，部分路段地形险恶，涉及生态保育等理由质疑外行。在周末的时候呢，这样相当于是用加班的一个方式，就等于是用局处来加入这个所谓的政治的攻防。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任何抹煞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做澄清跟驳斥。我一定会和我们市府基层同仁站在一起。新北选战部分拿了两党参选人李树川、苏卡惠今早基层，最近定出席工厂活动，不过是一前一后王不见王。其实早起搁同齐出现永和区好好球卡参加足球比赛开幕仪式，礼貌性握手第一。参选近700天以来，我每一天都非常努力把握时间，到新北市的各个地方。其实有时候呢，一天甚至就可以跑到新北市的10区左右。各左我们各的，那当然我们各拉各的支持者。那原则上，我在不管以前台北县或是新北市，其实也跑遍了29区。针对民进党民调中心最近公布新北市长选情民调，基础苏卡惠淡薄领先李树川经办呼吁公开民调细部数据，互外界检验，若无只是错方向的政治操作。苏卡惠经办回应，最近几项民调趋势拢显示团队行伫正确的方向，感谢市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在中华台铁的旧宿舍完成修复，昨天举办完工的典礼。因为舞台喷出来彩带去颠着边仔台铁的电车线，全咧跳电，加在是无影响列车的通行。另外一件甲台铁有关系的消息，在桃园一个边高道有民众倒伫咧铁轨路的，实在是真危险，加在民众赶紧通报，才无造成伤亡。请用钱。面对官员徛规排剪彩，庆祝中华台铁旧宿舍群修复工程完工，舞台边喷彩带，不过彩带雨风吹到边仔台铁的电车线顶头，造成跳电，现场也个标志火势加爆炸的声音，引起公安的疑虑。在办活动的同时，就觉得就是可能还是要顾虑一下其他的安全的问题，还有周遭的环境，对，不然这样子其实影响蛮大的。对啊，应该要注意一下安全啊，对啊，注意一下旁边的安全比较好一点。8年历史的中华台铁旧宿舍群第3期文化景观建筑修复，包括有名的地标洞洞厝加日本宿舍，市公所拍算要招商引入文创产业。虽然完工典礼煞出代志，好佳在台铁人员赶紧把垫伫咧电车线顶头的彩带摕来，无影响列车通行。公所成立所室，甲大家会室内也讲会负责相关代志。不谨慎释放这个彩带，这个高压电呢，这个释放彩带是非常危险，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市长代表彰化市公所向大众表示最深的道歉。同市建国东路并高道，昨日下昼4点外，一个30岁姓吴的查甫人，侵入西正线，倒伫咧铁轨路，好佳在经过民众赶紧去并高道紧急开关，台铁137次普悠玛自强号速度放慢，要规台停落，无造成伤亡。所以将会依照铁路法第57条第2项，
行路人撞过铁轨路，害其铁道局裁处，相关会罚5万。第二，希望民众爱惜性命，唔通走入去铁轨路，较袂造成列车事故，影响交通。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的林园的大排水沟发现鱼仔死几片，今仔日鱼仔尸体浮起来都有一栋遮尔济，研判是因为天气伤热，水底送数伤少造成的。讲到天气，气象署讲，受到锋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雨可能会落1礼拜，尤其是初9甲初10，全台湾可能会落大水雨，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安全，也有积水甲淹水的情形。志刚用希望甲鱼的尸体好起来，高雄林园港主播大排吹落真侪鱼死，日头一拍了草毛毛，里长高公所也个浪水署随即拢派人来清，好制作一栋鱼的尸体。把那个水放掉嘛，放掉，结果那个隔天就没有下雨了，没有下雨，那个可能是太阳太大了，雨就陆陆续续就暴毙了。我都摆徛过，迄个鼻底咧味了，沿路开始吐啊，无度迄味伤重啊。环保局派人来现场检测水质，目前的数据阁正正常，判断是因为天气热造成用氧量偏低，鱼才会大量死亡。因过伫西南方海边的对流回波慢慢向台湾刷过来，全台湾特别是山区，随即下昼拢有落雨，天气会愈来愈无稳定。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2、礼拜3，锋面会开始逐渐的接近到台湾。那锋面在逐渐接近的过程中，西南风的强度会越来越增强。所以当西南风强度增强的时候，台湾地区受到西南风影响的这个程度也就越大，降雨会再更剧烈一点点。大台北地区过头了的雷阵雨，帮桥车站的天棚漏水，松山机场下昼2点38分开始暂停地面作业，差不多30分钟就解除，总共8个航班受影响。受到地流方面，也有西南气流影响，初9到初10，全台湾拢可能有强降雨。水利署希望这边落雨会当消透中南部的水情，增加最后调水量。仁义潭、雾山头、增文的蓄水量都在2成上下，甚至更低。阿公店水库它是一个防洪水库，对高雄、台南的西南沿海的防洪工作是相当重要。目前它的蓄水量已经降低到这个0.6，几乎是空库了。气象署讲，11雨虽然会小可较缓和，但过12到14，方面阁转来台湾，雨会愈来愈多。到6月中进前，全台湾天气拢无稳定，大家爱提高警觉，水会造成灾害大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中国有一项因的佚佗名是真死行，不离个伫咧网络顶说是出现用摔的、用站的等等暴力的手法，是引起真侪争议。尤其是伫咧网络顶都有底码，互真侪家长是感觉真烦恼。就是这个伫中国真红的苏阿红仔娜塔莎，外形是乌色皮肤婴仔的模样。部分业者翕电影因将红仔叫甲变形，再伫涂骹大河边，甚至也阁将伊灌水惊破，强调奶草恐怖，引起外界议论。即马这个红仔伫台湾下皮，某某顶购物平台也拢买一条，引起家长的烦恼。人偶就有点像虐待儿童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不太适合小孩子。会有一种不良的习惯产生。那个看起来好像有点暴力，我怕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其他的小朋友。地处精神科医师表示，这款的苏阿红仔甲一般的年龄都无共，除了有种族歧视的疑虑，也烦恼青少年长期看也是学这寡暴力行为，唔但可能会欠同理心，也可能将攻击性行为合理转到现实生活中，诱发校园霸凌。另外，这类的网情佚佗物多数拢有强烈擦片的化学味，可能藏着有毒的物质，对囡仔健康造成威胁。误以为用这种玩具呢，我可以随意的虐待啦、施暴，就可能在产生了一些校园暴力、欺负弱小、欺负小动物。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已经有几个中小学将娜塔莎列为校园违禁园区。咱国内精神科医师是建议家长会当陪同囡仔同齐拼图、画图等静态活动，也会当陪同囡仔同齐拍球做运动，拢对亲子事业有帮助。另外，平时也爱有充足的睡眠，佮减少甲其他囡仔做比较，加互囡仔正面欣赏甲鼓励，拢会当互囡仔调解压力，维持身心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啥款？随来报你知。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
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来看关岛地区26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